大哥，邊度嘅大哥啊？可以説名，大哥都係分地區食咩？我大哥呢就國際性嘅，係統領武林，帶人上嚟玩啊叔，你梗係未死乖。你點樣整親我個妹嘅？純粹係意外嚟咋。我知梗係意外啦！如果故意你已經攤咗喺度啦。不過就算係意外啊，你都要斷3條頸骨啊！你真係咁惡？你未見過惡人啊？我俾你見識下！踩！哎呀！迷遇着了，原來緣定三生。唔好嚇我，佢係咪真㗎？你唔信啊？女咧，攬住我，攬實啲，攬實啲啊！攬實佢！哎呀！傻氣幾分，是扮勇敢，嚴密住這張假當真。跟他一見人就開心，一刻不見沉悶灰暗。明日見少一陣，如沒日降臨。即使一世嘗盡艱辛，即使一世嘗盡苦困，仍願意有。